好，国情解说两句我含你做参考。解说，解文说理。好朋友，咱来讲郑成功三代人伫台湾建立东陵王国。到落尾，满清政府康熙皇帝是派什么人来将台湾摕倒转去？可能朋友你袂记啊，毋是咱汉万咱袂记啊。日本时代，台湾文学家赖和捌去到厦门写一首诗，诗句安怎样讲？你来甲听看觅。见面讲封笔独阅先魂声，300人间大不经。情海光昏将泡影，世间正说定延平。是啦，听这首诗咱才发觉，你听国情甲你说明。赖和去到厦门，看到静海桥西龙的王牌，规片的王园，因为康熙皇帝就是派西龙将台湾摕倒转去。盖世公分无人有才调解比拼，本来是郑成功的部将，投降元清了后，建立这大的功劳。不过经过300年。西龙的王园拢已经卡青地啊！赖和咱来看到先魂声，先就是青地，所以赖和一个体会讲300年间大不经，大物就是天地造化世事的变迁，经就是转变的意思。300年后，风波起落落，已经皇帝换骨落的啊啦！静海光昏将泡影。当时外请呀，台湾都有在条摕倒转去静海河西龙，伊所建立的盖世光昏，如今化作水影。赖和这个文学家，伊心内一个体会讲，世间大家已经袂记个西龙啊呢，毋过世间正说定延平。路头路尾，大家还搁伫咧怀念郑成功三代人谈台湾建立的江山。这毋是干那赖和安尼讲。满清时代派来台湾做大官的辛宝珍，我那捌写过一对联对，国情啊解文说理，我那捌甲你说明过。伊咧赞叹郑成功讲安怎样？讲开万古，得未曾有之奇，风风流处山川，足移民世界。万古以来，毋捌遮尔奇巧的，我是来钦服郑成功。带一群人明朝的移民来到这，开荒，本来趴荒的所在，建立一片的山河。过来下句讲，叫一声无可如何之无，缺陷凡诸天地，是创极完人。一生无可奈何，无才调光复中原。不过遗憾你行天行地，在辛宝珍的眼内，同款。郑成功是一个伟大人，是一个完人啦。